再来看台湾移工联盟指控讲，劳动部的移工私人中人的制度造成移工互剥削，因要求台湾政府应该废除这种中人的制度，改做政府对政府直接来请移工。移工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，台湾移工联盟再去到劳动部召开记者会，控诉私人中介制度若亲像枵死鬼共款，移工一直互中介剥削，要求政府都要废除私人中介制度，实行政府对政府直接聘雇的制度。Pada saat itu saya bekerja di pabrik daur ulang di Bintong. Saya disuruh majikan untuk bekerja mencari rumput, memakan ternak, dan membuat fermentasi rumput 1 ton. Dan setiap memindahkan rumput 3 ton. 我的居留已经1期2年多，但是我每一年每个月都要中介来的时候，我都有提供钱付给他，但是我希望政府恢复我的身份跟合法留下来台湾，因为我是受害者。也严要求废除中介制度，真侪移工出来讲明，分享家己惨痛的经验，认为私人中介有雇主的配额加无对等的资讯，在得到真大利润的情况下，报复性引进移工加非法超收中介费、买工费，造成国内移工转换困难，地区失联的移工率渐渐增加。全部都要钱，移工呢，在找不到工作就会被遣返强制回母国的状况下，就会被迫要用买工费来跟中介买工作。针对真情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回应，中介公司若做有超收费用才违规情形，就业服务法已经有定相关的管理甲处罚规定，相当处停业1年。劳动部原来会主动无定期随机轰炸，并透过多元的管道向雇主甲中介以及移工宣传相关的法令规定，保障劳雇双方聘雇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